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9月4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明知故犯。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28章1到25节。首先，我们要来读今天 RB 区的金句：你们不可去招鬼魂，也不可去问巫师，如果这样做，你们就不洁净。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利未记19章31节。高雄林雅分局员警在8月27号巡逻的时候，看见60岁的陈姓女子抢黄灯左转过路口，警方随即上前拦停。陈女表示是为了招待朋友，才特地从鼓山区前往饮酒。饮酒后想自行骑车回鼓山住家。陈女还向员警表示，招呼朋友不得已才小酌，而且现在酒驾罚得很重。此时遭员警严厉指责，知道还明知故犯。陈女经酒测后，酒测值达 0.51， 所以最后被依公共危险罪来送办。扫罗因为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聚集，心里就大大的惧怕，但是却找不到求问的对象了。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撒母耳死了，以前可以求问他，但是现在撒母耳死了，没有人可问了。当扫罗在出征前，他自己来求问上帝时，第6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渐行渐远，所以到最后上帝不理他了。撒母耳死了，祭司也遭他的毒手。这个时候扫罗只得求助于他自己原本禁止的巫术。他想要透过巫术来寻求他的答案。其实巫术的禁止不仅是在扫罗时代摩西最后的吩咐中也曾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在申命记18章10到12节。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扫罗他执意寻求巫术，因为没办法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因为上帝也不回答他，所以他的臣仆最后只好回报，有了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呢，扫罗就踏上了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程。他改变了装扮，趁着在夜里面去见那妇人。扫罗要求交鬼的妇人为他招撒母耳的魂上来。妇人因此看见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的认知，他相信是撒母耳，就屈身下拜。这里所招的究竟是不是撒母耳？这段经文记载的事实
其实颇具有争议性的有不同的派的说法一派是说是撒母耳的魂魄，另一派说不是。究竟交鬼妇人所看到的是真的撒母耳的灵魂，或者是撒旦的假冒？毫疑问，撒旦可以借由幻象来产生或邪灵的假冒与人沟通，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上帝有能力叫撒母耳的灵魂上来或者是出来，来传递他特别的启示。但是今天我们不去谈到这些的争议，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扫罗他行交鬼，他请这个妇女交鬼的妇女来招魂这一件事情扫罗王跟非利士人打仗，没有得着神的心意，没有得着任何指示，是因为他行事为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又不肯真实的悔改，所以上帝不喜悦他，因此他十分的惊惶，他对神糊涂，不晓得只要向这位上帝来悔改，就会有出路。他也对人糊涂女婿大卫是有上帝同在的战士，他竟不晓得请大卫助他出战，仍然坚持用那些只懂得讨好他而不敢献策行神心意的人。他的嫉妒蒙蔽了他的心，结果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去求问交鬼的妇人。这个举动叫上帝更憎恨他。尽管扫罗曾经下令禁止行巫术及交鬼，但是在以色列中仍然存在着行巫术交鬼的人。其实这也反映迦南宗教的影响力几个世纪以来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扫罗改了装，在夜里见妇人，这很清楚就显示说，他完全知道他这种行为是不能够被接受的，甚至是上帝不喜悦的。妇人的警告是可以理解，如果他答应扫罗的请求，违抗上帝的命令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很讽刺的扫罗是指着耶和华来起誓，向这妇人保证他一定不会为这事受惩罚。上帝给扫罗王悔改的机会，但他却一直执迷不悟，明知故犯。他明知道听命胜于献祭，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所记载的经文。但是他却一犯了再犯，最后终于失去上帝的同在。所以当神的灵离开，他的心充满了惧怕恐惧。基督徒要信靠顺服上帝若犯了罪，要及早认罪悔改，免得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导致落入像扫罗一样，至死也不肯向上帝悔改，因此落得悲惨的下场。我们是否也糊涂行事，明知故犯，不知悔改呢？我们来默想，
扫罗的一生里面，他一再犯错，而且明知故犯，越错越大，结局我们看到悲惨。弟兄姐妹，这对你我有什么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又公义又信实的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因着你的公义跟信实，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你给我们的话语哦。接着扫罗的结局提醒我们，若不听从你的话，就使我们看见不悔改者的结局就是死亡。祈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悖逆的心，使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能够随时的亲近你，遵守你的诫命，活在主的恩典里面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哦。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凡事亨通顺利。我们下次再见哦。